OK， 呢個係蛋白粉，佢一盒入邊已經有25 gram 蛋白質，但係如果你想練大隻嘅話，你一日需要幾多先夠呢？50 gram、100 gram、200 gram。其實每日食幾多蛋白質，仲係好多人心入邊嘅疑問，因為網上面實在太多資料。1 gram per pound of body weight. Everyone knows that number. 0.8 grams of protein times your body weight. 1 gram of protein per pound of body weight. 250 grams of weight. 1 gram per pound. 所以為咗解答呢個問題，我會用最新嘅科學研究同大家拆解迷思。睇完呢條片，你會知道食幾多蛋白質先夠，同埋你點食先可以最大化效益。如果你想知道我哋點解要蛋白質，等我用最簡單嘅方法嚟同你解釋啦。當你做 gym 嘅時候，肌肉會好似條橡筋咁樣想拉埋一齊，而呢個拉扯力就係張力 （mechanical tension）。張力會引發一連串嘅信號，最後推動肌肉合成。而蛋白質入邊嘅氨基酸 （amino acid） 就係其中一個材料。但係要記住，蛋白質唔係食得越多就越好，食得太多其實效果會慢慢遞減。所以個問題唔係食得最多，而係點樣揾到一個平衡點。咁個平衡點喺邊度呢？其實如果你唔係做 gym 嘅話，每日嘅蛋白質其實好易達標。香港醫學院指出，每公斤體重食 0.8 gram protein 已經足夠啦。即係話，如果你70 kg，每日只需要食56 gram protein， 即係話差唔多1嚿雞胸已經足夠。但係如果你係有訓練嘅話，就唔同講法啦。2018年同2022年有2個 meta-analysis， 總共分析咗差唔多5000人，結論係一樣嘅。喺一日入邊，每 kg 體重食 1.6 gram protein 就係增肌嘅臨界點，再加落去效果就唔大。咁係咪話每日食 1.6 gram protein per kg 體重就足夠呢？其實唔係，因為 1.6 只不過係一個平均值，唔係每個人嘅臨界點都係 1.6。一啲人可能需要 1.8 甚至2 gram protein 先可以去到效果嘅頂峰。譬如新手，就算蛋白質唔高，都會有新手紅利。而訓練開嘅人就需要多啲蛋白質，所以安全啲就留一個 buffer 喺上面。而家最實用嘅建議就係 bulking 嘅時候，因為能量已經充足，所以蛋白質可以拉低少少，大概 1.6 至2 gram protein per kilogram body weight。cutting 嘅時候，因為能量唔夠，所以蛋白質要拉高到去 1.8 至 2.4 gram protein per kg body weight。但係如果你唔想不停計同埋不停調整嘅話，佢個 sweet spot 就喺 1.8 至2 gram protein 嗰度，喺大部分情況都係適用嘅。講完食幾多，咁就好自然帶到去下一個問題，我哋點樣分配蛋白質呢？研究一般認為，將蛋白質分散效果比1-2個大餐更好。有一個經典嘅研究，將80 gram 蛋白分開咗幾餐，一早食2個大餐，每餐40 gram protein； 一早食4個正常餐，每餐20 gram protein； 一早食8個細餐，每餐10 gram protein。結果顯示4餐嗰組對於增肌效果係最好，即係話平均分配先係最有效。因為肌肉有一個所謂嘅 protein ceiling， 即係每餐對於肌肉合成嘅刺激會有一定嘅上限，多出嚟嘅蛋白質就會變咗能量，或者被身體代謝咗。份 paper 係咁寫嘅，不過老實講，我對 protein ceiling 呢個概念好有保留，因為大部分研究都係用緊蛋白粉，吸收得好快 ，spike 亦都好高。而喺現實中，我哋通常都唔會淨係食蛋白粉，同埋日常食物多數都係一齊食嘅，所以消化會慢好多，氨基酸亦都會慢慢釋放。而 Instagram、social media 嗰啲都有好多大隻佬淨係食一餐，所以我自己有少少懷疑呢個 concept。另外有一個2023年最新嘅科學研究挑戰咗呢個 protein ceiling 嘅講法，佢哋揾咗36名男性做阻力訓練之後，分開3組，分別食0 gram protein、25 gram protein 同埋100 gram protein， 睇下係咪真係食多咗 protein 就會浪費咗。結果發現100 gram protein 嗰組有更高嘅肌肉合成，而且呢個 effect 延長到12個鐘頭之後。所以相比起啱啱嗰份 paper， 呢份 paper 認為肌肉合成嘅反應並冇明顯嘅上限。換句話，我個人都認為每一日蛋白質攝取先係更重要，每一餐嘅蛋白質攝取就未必咁重要啦。咁我哋應該幾時食蛋白質呢？喺2024年就有一個研究集合咗40個運動員，一組就係運動前後即刻飲蛋白質，另外一組就係延遲3個鐘之後先飲。結果肌肉嘅增長同埋力量嘅提升係完全一樣。所以關鍵未必係 timing， 而係每日嘅總量。唔係所有蛋白質都係一樣嘅，
你可以幻想蛋白質係一層樓咁樣，而氨基酸就係入邊嘅磚頭，有唔同嘅組合可以砌出嚟。所謂蛋白質質素就係由3個因素決定。第一 EAA， 佢係人體製造唔到嘅氨基酸，越高越好。第二白氨酸 Leucine， 你可以幻想佢係一個開關掣，刺激肌肉合成，每餐需要大概2至3 gram 左右。第三消化吸收程度由 DIAAS 指數嚟決定。簡單啲嚟講，就係個蛋白質易唔易俾你消化。咁唔同食物嘅含量同埋氨基酸組合都唔同嘅，呢度就分出咗高同低質素嘅蛋白質啦。一般嚟講，動物蛋白嘅質素係最好嘅，植物蛋白就會差少少啦。舉個例，一盒蛋白粉大概有25 gram 蛋白質，當中有11% 係白氨酸 Leucine， 即係話你一盒已經有 2.7 gram Leucine， 足夠刺激肌肉合成。但係如果用豆腐嚟做對比，每100 gram 豆腐得8 gram 蛋白質，而白氨酸嘅比例大概係7至8%， 即係話你要食到差唔多450 gram 豆腐先可以 match 到一盒 whey protein 嘅 Leucine 含量。即係話喺同樣嘅重量之下，whey protein 所引發嘅增肌反應會比豆腐高。不過如果你係素食者，你都唔使驚。研究話你可以食多啲植物蛋白質嘅總量，或者用強化植物蛋白粉嚟追翻。坊間亦都有好多個素食嘅 bodybuilder， 而佢哋都真係幾大隻。所以 take away 就係，如果你食緊較高嘅蛋白質，同埋食緊動物蛋白嘅話，就唔需要擔心，你好容易就可以達到每日嘅氨基酸同埋蛋白質目標。但係如果你係食緊較低嘅蛋白質，或者主要靠植物蛋白，就要特別留意質素，最好食翻豆類、薯仔呢啲高質素嘅蛋白質。再講2個經典問題，第一就係蛋白質咁高會唔會傷腎呢？答案係對於健康人士絕對安全，有研究甚至俾人食過4 gram protein per kg body weight 都係冇問題。另一個問題就係蛋白粉安唔安全，佢到底係咪真嘅食物呢？其實蛋白質就係濃縮嘅乳清，喺做芝士嗰陣時，牛奶會凝固，分開咗固體芝士同埋液體乳清，所以乳清係非常之安全嘅。講咁多理論，最緊要係應用。咁等我用我自己嚟做一個例子俾大家啦。我係75 kg， 而建議嘅蛋白質攝取大概係2 gram protein per kg body weight， 即係話我每日要食到150 gram protein 左右。咁我可以咁樣分配：早餐我食3隻蛋，再加 protein oats， 大概40 gram protein； 午餐食150 gram 雞胸，再加飯，35 gram protein； 做完 gym 之後食1 scoop protein， 再加200 ml 牛奶，大概30 gram protein； 晚餐食150 gram 三文魚、蔬菜同埋一啲飯，大概45 gram protein。總共加埋就係150 gram protein， 咁你唔需要理到小數點後面嗰啲位嘅 ，keep 到個大範圍就可以噶啦。總括嚟講，蛋白質係必須嘅，但係佢唔係唯一，最重要始終係持續嘅訓練同埋均衡嘅飲食。呢啲數字只不過係指引，你唔需要為咗個0.1 gram protein 嚟煩惱，亦都唔需要為咗你嗰日去旅行而食唔夠 protein 而煩惱。如果你喺1年入邊有80至90% 時間你都係 hit 到個 protein target 嘅話，咁你已經做得非常之好啦。只要方向啱同埋食得夠 protein， 你嘅肌肉就可以慢慢飆出嚟啦。咁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